我會俾個 tips 投資者嘅，東升西降，佈局未來，放眼中國。Hello， 大家好，我係 Villa Bank 嘅 Alpha。隨住減息週期展開，投資策略亦都需要靈活配合。今日我哋好榮幸邀請到 JP Morgan 摩根資產管理香港零售業務主管 Chris 湯志恒先生同大家分享下。Hello Chris， 中港股市今年表現氣勢如虹，當中有咩催化劑呢？中國股市咧今年嚟講咧 A 股市場咧由今年年頭3300點左右啦，升緊近期咧係大概3900點。咁其實我哋摩根資產管理咧對於中國整體個股市嚟講咧係相當之樂觀嘅。咁我會從幾個層面去分析啦。首先喺宏觀政策上面咧，其實中國政府自去年9月24號之後咧，其實佢哋已經打破咗舊有嗰個思維模式。佢哋希望咧去改革嗰個低物價嘅陷阱循環呢一個問題，咁佢推出一系列嘅改革措施，當中包括咗啦擴大呢個財政赤字啦，去削減個地方嘅債務，同埋加上用以舊換新嘅方法咧去刺激個消費。咁其實各方面嘅政策咧喺過去一段時間咧已經反映出個成效咧相當之顯著㗎。咁而從微觀少少啦，睇企業嘅層面啦，從盈利同埋估值嘅層面咧，我哋都相當之吸引嘅。咁其實我哋見到咧，中國企業咧似乎最壞嘅情況已經過去咗，因為過去3個季度裏邊咧，我哋見到個基本面係持續地咁去改善。咁而從估值層面上面咧，如果以 AI 公司為例啦，當中國嘅 AI 公司 compare 翻美國同類型公司嚟講咧，無論喺市值甚至乎估值上面咧，都要出現一個比較大嘅折讓，遠遠落後。咁我哋覺得咧，呢一樣嘢將會吸引到投資者咧重投中國嘅股市裏邊㗎。咁而喺資金流動性層面上面咧，我哋見得到2025年9月份咧流入去 A 股市場嘅資金咧達到46億美金，其實係自去年11月以嚟咧係單月嘅新高嚟㗎。咁整個2025年裏邊咧，我哋見得到中國 A 股市場咧有大概接近1.3萬億至1.5萬億嘅機構性投資者嘅錢咧係流入去，當中2/3嘅錢咧係嚟自保險公司嘅資金啦。咁而喺個人層面上面咧，我哋見得到過往一段時間啦，中國居民嘅存款咧係累積咗多達呢個7萬億嘅人民幣，但係近期我哋見到有接近8000億嘅人民幣嘅存款咧係從存款去流到啲非存款嘅項目，當中係包括咗股票，所以喺資金流嘅層面上面咧，亦都係 support 到嗰個股市上面嘅升勢。所以從宏觀層面、企業嘅層面，甚至乎資金嘅層面上面咧，我哋對於中國 A 股嘅市場咧係非常之有信心嘅。Chris 啱你提到啦，咁中國股市而家估值偏低，咁亦都好多資金流入，咁投資者喺投資中國市場嘅時候，其實要注意啲咩風險呢？咁除咗一個增長嘅因素之外，我哋要留意啦，風險因素亦都不容忽視㗎。咁其實咧，我哋會睇翻有幾個重點咧，需要投資者係特別留意。首先係個房地產同個就業市場啦。其實最差嘅情況其實可能已經過咗，但係其實現時咧房地產同就業市場咧依然係處於一個比較疲弱嘅狀態，而呢兩個市場嘅情況咧將會影響到中國整體個消費嘅增長，所以投資者需要留意咧中國政府未來有咩嘅措施啦，可以繼續拉動個就業同埋支持個房地產嗰個穩定嘅。咁另外啦，中國政府嘅4中全會入邊嘅會議內容啦，將會帶動到個投資個主題啦。咁因為呢個係中國第15年嘅嗰個5年計劃入邊嘅政策上面嘅內容咧，將會可以俾投資者多啲嘅啟示咧，究竟邊個板塊係中央政府咧特別會扶持，咁亦都係可能將會係大家嘅投資機會嚟㗎。咁最後當然不得不提嘅就係外圍因素啦。特朗普嘅關稅政策咧，亦都會影響咗中美貿易嘅關係，同一時間亦都影響咗中國出口。咁投資者咧要密切留意住咧特朗普最新嘅一個動態咧，從而咧去做嗰個風險管理。咁 Chris 啊，咁而家投資者係咪仲係可以投資中國股市呢？我會俾個 tips 投資者嘅，東升西降，佈局未來，放眼中國。美國股市現時處於歷史高位，加上估值相當之昂貴，咁而 compare 翻中國同類型公司嚟講咧，中國公司喺個估值上面咧有個非常之大嘅折讓。咁我覺得投資者咧現時係一個好嘅時間咧，點樣重新佈置自己投資組合，可以加大翻中國方面嘅配置，減低翻美國方面嘅依賴。咁相信咧係未來1年咧投資者個投資嘅重點嚟㗎。今日好多謝 Chris 俾咗咁多投資 tips 我哋，投資者亦都可以做到超前部署2026嘅投資策略，喺投資路上得心應手。